我就好心痛嘅，因為我覺得係一個夢想就係賦予緊一個人嘅一個生命咯。中四嗰一年，吳文元遇上一位唔稱職嘅老師，於是佢決定自己要為人師表。大學畢業後，吳文元如願成為咗中學數學老師。數學對於佢嚟講，唔只係一個學科，亦都係一種價值觀。咁數學就係一個尋真嘅過程啦，咁就喺嗰個條件唔變嘅時候咧，咁你計出嚟嘅嘢應該係一樣嘅。咁我覺得做人都係一樣嘅，咁就係要有一個尋求真理嘅一個決心。文元執教邊近10年，經歷過教育制度嘅種種問題，包括咗教師嘅工作量太多、人手同埋支援不足。但係最令佢難以招架嘅係澳門社會出路太窄。眼見好多學生升大學，明明好喜歡某一個科目，但係因為家人嘅一句呢行冇出路，最後選咗未必喜歡嘅科目。我就好心痛嘅，因為我覺得係一個夢想就係賦予緊一個人嘅一個生命咯。如果一個人冇夢想，我覺得係佢喺個生活裏面會好辛苦啦，好似自己冇咗個方向咁樣。咁但係我就見到有時係有啲嘅年輕人，佢好似有好多嘅因素啦，會令到佢覺得係唔敢去追求自己嘅夢想啦，唔敢去發佢嘅夢。咁我覺得可能佢都生活到嘅，咁但係係咪真係會有佢自己最開心或者係最適合嘅一個生活咧？咁係一個問號咧。佢認為澳門嘅行業本來已經唔多，而家博彩業成為咗大財路，政府更加冇動力去發展其他行業。當政府只發展單一行業，就會令到整個社會偏向保守，因為年青人冇其他選擇，只可以揀最穩陣嘅路，冇人敢創新，社會就唔會有生機。而家個博彩業都其實好大啦，個規模，咁變咗咧就係可能有啲嘅價值觀啦，因為其實要揾錢係相對容易，要俾到佢哋覺得好似係呢一個係先至係一個追求理想生活嘅一個方向。咁但係其實咧會好多嘅辦法或者係好多嘅方向咧，其實都可以令到佢哋快樂咯。吳文元眼中，一個生生不息嘅社會，需要每個人喺不同嘅領域各展優點強項，令到不同嘅意念擦出火花。要做到呢一點，政府必須要喺專業認證同埋教育政策幾方面配合。第一樣嘢就係要發展呢個專業認證嘅制度嘅。咁我自己都覺得係澳門其實係有人才嘅，咁亦都有好多去咗外國讀書翻嚟嘅一啲人啦。咁但係就譬如佢哋嘅專業、佢哋嘅學識其實未必係受到認可，因為冇咗呢個制度啦。咁如果有咗呢個制度，我都會相信會多啲人係願意去走翻去自己嘅專業裏面啦。第二樣嘢就係我覺得係喺嗰個即係喺培育學生上面咧，其實係需要推動一個創意嘅教育。創意嘅教育就唔代表單單係喺個藝術嗰個創作範圍裏面，因為創意其實佢敢去做一啲新嘅嘢，一啲唔同嘅嘢。咁我覺得如果係由細去培養到學生有呢種嘅素質嘅時候咧，咁其實佢亦都會敢去追求佢自己嘅夢想。咁另外我都會覺得係要有一啲嘅政策啦，其實係去幫到老師嘅，因為老師唔夠嘅時候會影響一啲乜嘢？其實就係可能對學生嘅時間係會少咗咯。咁但係我哋知道其實係老師喺嗰個教育嘅過程裏面啦，除咗喺課堂上面去授課之外，其實佢同學生之間嘅互動咧，其實可以幫到學生咧喺成長嘅一個部分係幫到好多。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係需要喺個師資培訓上面係再做多一啲功夫啦。為咗推動政策嘅改變，佢加入咗公民力量，希望有更多嘅渠道推動社會變革。當然我都認同每個人有唔同嘅一個社會角色。就算做老師，佢做好佢教育嘅工作，咁都其實係佢自己參與咗社會嘅一個部分啦。咁但係我自己都會覺得係你睇到有啲咩問題，如果你有機會去改變嘅時候咧，其實喺某程度上你就有呢個責任去做一啲嘢。我做老師係我嘅夢想啦，咁但係我諗呢個夢想咧就唔係一刻我叫做達成咗，咁就已經完結咗。我反而覺得係一個連續嘅過程嚟嘅，因為我每一年對嘅學生都係唔同。咁我而家就最希望就係能夠幫到佢哋去
去願意去咁咧，去有佢自己嘅夢想咯。咁如果真係做到的話咧，其實我覺得已經係好大嘅一個心願嚟嘅。